台南市长王伟提甲现场贵宾斗阵拆开大型礼物盒，向前2024台湾灯会伴手礼开始评选。活动为今仔日开始到8月25号，评选类别分成美食伴手礼、文创佳品、生活用品等3类。我们知道台南是美食之都，也是宗教之都，也是文创之都，所以有很多好的文创品、好的美食、好的纪念品，就像我旁边这看到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伴手礼，值得大家来。所以说，眼睛看灯会，看得好山好水，手边提的满满的台南的伴手礼。评选条件除了要有特色以外，店家的商品甲包装也需要结合台南市百甲灯会标章进行设计。最后，佮透过民众票选甲专家审查，选出30件指定伴手礼。这次有台南各大伴手礼协会、商圈以及观光工厂到阵来参与。竞争会当讲是相当激烈。我们观光工厂协会有23家的会员，我们都有带非常精致的一些好礼来这边这供大家来这甄选。那希望的话呢，借助于这次甄选，可以选出台南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好礼。为了因应台南400年，希望大家来到台南，可以把名胜古迹、古堡跟赤坎楼都带回去，留作纪念。那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在台湾制造的厂商，然后我们其实有帮很多台湾的中小企业做规划跟设计。那我们同时也有出自己的品牌。台南市府欢迎在地游资商家参与，努力发挥在地特色，期盼这个灯会好礼评选活动，强化伴手礼甲城市意象连接，并提升产业商机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